入緊嚟，入緊嚟，入緊。等先，我一下載個世界先。你係咪又加咗啲咩模組啊？我入咁慢嘅。何雲樂咧，叫佢入嚟。我叫緊佢。加載緊，加載緊。咩福利啊？存活。喂，鼠，入邊見到你啊？咩嚟㗎？英文睇唔明啊！ What this？ What this？ 拎到啊 ！What this？ 等先，我有冇轉皮膚？有啊。睇唔到咩？我睇到喎。吓？睇唔到咩？我明明轉咗啦，先我睇到算，睇到我得，我睇到就得。唉。呢個牌有咩用？我見到何雲樂啊。我個名有冇改到？等先啊！你有冇睇到啊？媽呀！大！你下咗啲咩模組啊，大佬？喂，白色僵屍啊！白色僵屍啊！操！别偷我铁！别偷我铁！别偷我铁！你做緊啲咩？邊啊？我睇唔到你嘅皮膚。你睇下。嗱，你皮膚咧？問你嘢啊，皮膚啊！操！我操！啊，就你啊！along with the services such as sinking ball therapy and head spa treatments in the evenings.
白色僵屍喺邊啊？頭先。操！对，哦，是的，真客气。过去神经外科就是在房子外面，我们神经介入是在房子里。我也起來，你快啲瞓覺。血管的过去叫外科到达这个地方。喂，火咗啦！操！我叫小虎啊！唔會，唔使。你出嚟，你加翻我入去啊！我俾人 ban 咗出去啊！喂！刘老师这块榕树毛干上好像寄生了很多其他的小叶子。我们整个树冠的话，它是横向生长的，它因为水分比较充足，寄生的植物比较多的是蕨类。榕树生长力是非常旺盛的，还有一种共生关系。一棵榕树，咱们就理解它为一个小生态系统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小宇宙了。像个小世界一样的。是的。咱们这种榕树历史年头也很久，有1000多年了。所以有个问题来了，福州到底有多少榕树？能统计过吗？据统计的话，现在我们福州的榕树大概有16万棵，其中100年以上的有近1000棵。喂，出嚟，叫出嚟。
喂喂，喂喂，出聲。喂喂，喺邊啊？啊，過去下第二個，揾第二個啦。叫聲何雲樂先啦，佢仲瞓緊。點解我開唔到 E？我點解撳唔到 E 嘅？我合成唔到嘢嘅。喂，走走。喂，你出嚟。呢邊啊？
吓？喂？我唔見你培養我老婆嘅。
Thank